伫咧1621年元时节，伫咧云林的水拿登陆，今年拄好是满400冬。云林县政府即马伫咧北港糖厂的仓库，也个水拿颜料处故事馆，拢有举办开台400年的展览活动，希望会当带着民众来了解到400冬前台湾的航海历史。导演为的是带领大家一项一项来看400冬前甘肃节来台湾的时阵所使用的物件。云林县政府为着要让民众知影400冬前台湾开台第一章的历史甲人物，28这天正式举办甘肃节特展。我想这个历史定位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以开台400年1621大航海时代来开启整个台湾登台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立场。用现代的角度来看那个时代，就是一个用生命换生命的年代。拿物资换物资，可是它是拿生命在换生命的一个年代。这届甘肃节特展的主要场所有北港糖厂的仓库、水南乡甘肃寮的甘肃节故事馆，搁伫164地方地展示当初驶来台湾的港行船啊。导演魏德成嘛，甲电影的道具结合云林县政府，希望完整呈现400冬前的历史。我们从去年开始也启动了整个关于就是开台400这样的一个历史再造，所以有这个学者专家的论坛，提供足够就是组成起来这样的一个地标跟一个就是地方的就是相关言论的一个实据。云林县政府表示，除了展览，还有行读表演等等的活动，希望彰显历史的方式，能让在地人了解地方历史，嘛会当为内底找到属于家己的在地文化品牌。记者林慧婷，云林报道。